大家鱼死网尽。来来，你到我单位地方，你还有啥事体啊？你是讲我说，我要让你看看我带点阿叔；你是讲我提供去，我要让你看看我带点阿贴。进来。你还是发啥个话噻啊？再过两个来少年家，来是高香。11月国庆节。国家大事，熬不好餐厅。我晓得的，中秋节。这边几个人没背，想不出来我知道，狗子一个村人没个顶。我晓得噻，你认得30年。阿蛋。你刚才想起来，可是今朝5斤不是，只有3斤，你也少18根。搿么来了，我不客气的，一只高子，一只熟的，再来根项链，那哈。随便来，手是有戒指。戒指就这个磨砂的，你看呢？来过了还得看。哎，你今在哪动气的了哈？对了，爷。不是，两种你今在让我看看呢，还是来你不过来你让我看看呢？你这个逼他的那个人。这个有多少克啊5.27克的，那要3000多块钱。无所谓。3000多块有有意思。哦，对了，那谁是细个的？还有抽筋的呢？抽个不来噻，到了之后。哦，进贼一点。那把金贼这个呢，超个少吃，25，也不是对比的。我过来一根这面，就这个，老刘喜欢就是我喜欢，我主要是带给他看的，不是带给别人看的，对吧？对。哎，我来了，俺到了柏林高头已经就像你一个啥？我可能这个水。哎呦，你水这个水过伤了。哎呦，你妈费气死我，那到这个拿手里一个家。还有一个手镯呢，我要定做，那个样子呢就要像。姐是不是这个？对，就它了。哎，我们来了，你呢？我都想到在 A V 店里来家哈。还是来别不来管个迷问他。不是个，我别个地方才去打过样子，要6、7、8块一克的。搿么还当呢？只有500多。哎呦，搿是个金阿珍做个奖。不正宗嘛，发财个机会来着啊！1举1高一发4，有4头个4啊，可是。哎，那个手腕子哪真的啦？你不现在很多男人吃啥饭个？你为什么要错啊？那不是过量了吗？啊！这是工序，说明你还来的太少了。姐，你的手镯好了。来了呀，你看看他。款款相供，代表刘哥对你无边无尽的爱。小兄弟啊，你有所不知，他的花花肠子只有我知道。哎，种么子么既不可手，还不可以，这还看法还用，相当于把我一只铜钿搬过。来了，我讲他对。对，那个是他对。